胖。伊雄雄醒过来，即马是3点半，伊怀疑家己是安怎的精神？啊，是有人伫灶骹弄着伊啊！伊详细甲听咧，无声无响，伤点啊！伊手摸过身躯边，感觉面床空空。这倒是为怎样会拢无声？查甫人的喘气声掂去啊！伊爬起来，行过暗迷蒙的厝间，为灶骹去。因伫灶骹相拄，时钟看是3点半，伊看到拄仔边有啥物物件白白。伊甲火切互倒，因穿困衫面对面徛咧。半暝3点半，伫灶骹内底，底放的盘仔放伫桌仔顶。伊看到查甫人已经甲放切互好势，刀仔搁还留伫盘仔边仔，桌巾顶悬有面包屑仔。见摆要去困进前，伊拢会甲桌巾摒互清气，逐暗拢安尼。毋过即马巾仔顶悬有面包屑仔，刀仔搁放伫遐，伊感觉到地砖的寒沁爬起伊的身躯，伊的视线为盘仔散开。我掠准遮有啥物代志？查甫人讲，目睭伫灶骹洗。我嘛有听到啥物？伊应，而且发觉即个查甫人伫3更半暝困衫穿咧，看了有影老，比伊实际上搁较有岁，63岁，日时伊看起来有时阵会较少年。即个查某人看着有岁。查甫人想，伊穿困衫看起来有影老，毋过可能是头毛的关系。查某人永远伫暗时会如头散架，这瞬间就会互感觉足老。你应该爱穿鞋仔，安尼脱赤骹徛伫冷叽叽的地砖，你会感冒。查某人无甲伊看，因为伊袂堪听伊讲白贼。袂堪听因结婚39冬了后伊的白贼话。我掠准遮有啥物代志？伊搁讲一摆，无咱无咧为一个壁角仔看为另外一个。我有听到啥物？所以我叫是遮有啥物代志？我嘛有听到，毋过啥物拢无。查某人甲盘仔为桌仔顶摕起来。甲巾仔顶悬的面包屑仔扫扫咧，嘿，啥物拢无。查甫人心虚，甲对喙尾。查某人顾伊的体面，好啦，一定是外口的，好来困啊。你会感冒哦，地砖冷冷。因翁看向窗仔外，对，一定拢是外口的，我叫是为遮来的。查某人手为电火开关举起来，我着紧甲火切互花，安尼免看迄个盘仔。伊暗算，我无应该一直看迄个盘仔。好啦，伊讲，甲电火切掉，迄拢是外口的，年钱景定定互风吹甲弄着壁片片叫，一定是年钱景，风头的时拢嘛会吵。因两人软过暗迷蒙的走廊，行入房间。因的赤骹搭伫涂骹顶。是风，伊讲，规暝吹袂停。因伫眠床内倒互好势。因某讲，对啦，风透规暝，迄一定是年钱景。对，我叫是灶骹遐的，迄一定是年钱景。伊讲。敢若已经半合面啊！毋过查某人知影，因翁伫讲白贼的声听起来有偌假，足寒的。伊讲，轻轻啊哈气，我要眯入去被仔内啊，好困。晚安，因翁搁应，嘿，有影足寒的。了后就踮去啊，几分钟了后。伊听到因翁轻声细字底报物件，伊细字喘气深深搁平稳，安尼因翁就袂发现伊枵底精神。
毋过因翁底部物件诶声节奏平稳，致使伊慢慢仔困去。查甫人隔工暗时到厝诶时阵，因某甲食块芳撒互伊，永摆伊拢干那会当食3块。你会用食4块？因某讲，今日开电火，我食即个芳较歹消化，你加食1块，这我歹消化。伊看因翁面对盘仔头家家举袂起来，即马伊感觉即个查甫人嘛真悲哀。你干那食2块，安尼袂用得。查甫人对伊诶盘仔讲，无要紧，我暗时食芳较歹消化，你食。经过一阵仔了后，查某人才搁转去电火下骹，伫桌仔边坐落，